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30，箴言13章20节安尼讲：甲智慧的人相甲行，会正做智慧；甲愚妄的人做伴，会受损伤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甲智慧的人相甲行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智慧的源头，你是真理的主宰，你是活命的赏赐者。你所赐的智慧，赢过世上的知识。今仔敬畏你的人，拢通得到活命的光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伫阮人生的道路，用你的话引带阮。也赐下属天的智慧，互阮通分辨善恶，行伫你所欢喜的路。主啊，求你互阮超找智慧人来做伴。佮求你，互阮家己正做有智慧的人。主啊，求你，互阮的言语充满稳定，行为正直诚实，心中存敬畏你的态度，互身躯边的人通因为阮性命来得到造就。求你，互阮正做和平的使者，真理的见证人，通荣光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